点，要找求上帝，所以上帝互伊代死，将王位交予耶稣囝伊代替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7月初3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8篇第1节到第6节，43节到50节。个台词上卷第10章第1节到14节，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9节。伫影片的头前，我会放一块昨7月初2伫即个技术营地所录的录音啦吼，录影因为大雨无法度真安静来录影，所以就转来伫厝里才阁重新来录。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的交战有输有赢，代表的军队赢着非利士人，但是所有军队却是大败，战败国家己的国王都拢已经丧失性命，全国拢一定是搭伫咧这种悲哀的氛围气氛内底。基本上呢，这段的期间，大卫已经甲扫罗无共国啊吼。但是撒母耳记下卷第1章记载着，咱看到这个大卫却为着扫罗王甲伊的囝约拿单死来伤心艰苦。历代志上卷10章第1节到14节，也记着以色列甲非利士人战争失败，扫罗王甲3个囝约拿单、阿比拿达甲麦基舒亚会死。圣经记载，非利士人甲以色列人伫基利波的山交战，以色列人死真济，战败逃走。非利士人追入扫罗甲伊遐的囝，杀死扫罗3个囝约拿单、阿比拿达甲麦基舒亚。扫罗受到真强烈的攻击，伊护射箭的人发现射着，受伤真沉重。扫罗甲替伊举军旗的侍卫讲：“背刀甲我插死，才免我互这个无受割礼人凌辱。”遐个侍卫毋敢，因为伊真惊。扫罗就刀拍落去，家己插死。迄个侍卫看到扫罗已经死，嘛拍落去，家己插死。安尼，扫罗甲伊3个囝拢总死，全家灭亡。伫亚述列山国迄边的以色列看到因的军队已经逃走，扫罗甲伊的囝嘛拢战死，就放城逃走。非利士人就来占遐个城，徛伫伊遐，加入非利士人把战死的人的物件，看到扫罗甲伊的囝的死，伫基利波山，就把扫罗的军服，摕伊的头壳甲剑架，派人去非利士各所在，将这个消息报互因王上甲人民知。因将扫罗的剑架下伫因神明的庙内，将伊的头壳吊伫大滚的庙。基列的亚比人听到非利士人对扫罗所做的代志，因的勇士拢起来，将扫罗甲伊的囝身尸带去亚比，将因的骨骸葬伫遐。唱歌，禁止7日，安尼扫罗死，因为伊背叛上主，无守上主的命令，去找红鱼求伊指点，无追求上帝，所以上主甲伊杀死，将王位交予亚西的大卫。心里伤心艰苦的人，破病互鬼附身的人，拢需要救恩。毋嘛会通得到医治，
但是呢，有人并无真正安尼当得到医治啊。当然有几个原因啊。第一个是因为有人无接受，或者是讲得袂到适当的帮衬甲医治。咱看见文图因捌受车欠，出去传福音、医病、赶鬼，但是拄到一个去互圣灵附身的囡仔，却无法度做啥物。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9节记载着这段耶稣基督对变面山落来发生的故事。因来到其他的门徒遐，看到一大群人甲因围立，有几若人经学教师甲因的辩论。群众一个看到耶稣就真惊，随时惊活去甲伊请安。耶稣问门徒讲：恁甲因伫辩论啥？群众的中间有一个人应伊讲：老师啊，我带我的囝来找你，伊互鬼附身袂讲话，无论伫倒位，鬼一个附身就甲伊请到，伊就不白喙烂，甲喙起筋，规身躯硬壳壳。我请你的门徒甲伊赶出去，因拢无法度。耶稣甲因讲：哎呀，毋信的世代，我着甲恁待到偌久？我着搁忍耐恁搁偌久？甲伊带来我遮，因就甲伊带来。迄个鬼一个看到耶稣，随时互迄个囡仔来抽带，倒伫土骹滚来滚去，不白喙烂。耶稣问伊的老爸，伊安尼偌久啊？若讲伊因讲最细汉就安尼，鬼定定甲伊ฮ็伫落火，ฮ็落水，要甲伊害死。你若会，请你可怜我，帮助我。耶稣甲伊讲：你若会讲，你若会，有信的人，逐项拢会。囡仔老爸随时讲：我信，我的信无够，请你帮赞。耶稣看到群众活来，严严责备迄个邪神，讲：你这个恶狗佮臭耳的鬼，我命令对这个囡仔吹，毋准你佮入去。鬼大声喊，互迄个囡仔大抽出了才出去。迄个囡仔变做亲像甲死人共款，所以大部分人讲伊死去了。总是耶稣牵囡仔手，甲伊扶起来，医救起来。耶稣入去厝内，伊的门徒私底下甲伊问：是安怎阮无法度甲鬼赶出去？耶稣因讲：即种鬼只有靠基督才会赶出去。耶稣讲，只有靠基督才会甲鬼赶出去。佮较正确来讲，是应该爱甲上帝有正确亲密的关系。前2礼拜牧师还伫美国三个教会的讲坛安排长老来分享，伊方面长老用基督读经来甲兄弟来分享，就是咧提醒基督徒爱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安尼信心才会通靠主得胜，安尼关系才会送亲像大逼王共款，也亲像迄个得到医治的小朋友共款。诗篇13篇第1节到第6节，43节到50节。上主救伊脱离丧有的对敌，甲扫罗的手了后，伊向上主念一首诗。上主，我的快乐啊，我敬爱你。上主，我的山岩，我的要塞，我的拯救者，我的上帝，我的招伴。我要倚靠你，伊是我的盾牌，救我的快乐，我的堡垒。
我求叫应该称赞的上主，我就得到解救脱离对敌。死亡的锁甜我，毁灭的大水，互我惊。阴府的锁困绑我，死亡的落网望着我。我伫苦难中祈求上主，对我的上帝求救。伊伫伊的殿内听我的声，我伫伊面前的恳求有入伊的耳孔。你叫我脱离反叛我的人民，你设立我做列邦的头，我毋捌的人民会服侍我。外邦的人决心投降，伊一个听到我的名就顺服。外邦人失胆，惊吓喵喵喘，行出因的阵地。上主永远活地，愿我倚靠的石盘拢受称赞。愿救我的上帝受高举，伊就是为我伸冤屈的上帝。伊互众人降服伫我的脚下，伊救我脱离我的对敌。上主啊，你提拔我，悬过攻击我的人。伊救我脱离强暴的人，上主啊，因为安尼，我要伫列邦的中间感谢你，唱歌称赞你的名。上主使极大的救恩，互伊设立的王，施了慈爱，互伊满有选立的王，互大必甲伊的后代直到永远。恳求上帝帮助阮建立信心。用逐间祈祷的生活来甲上帝建立亲密佮正确的关系。对主的脚步，我靠主的气力，互人得到利益，互阮得到帮助，并得到医治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